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2月27日《星島頭條》。天文台今日預測，一道冷鋒將會喺下個星期二橫過廣東沿岸，該區嘅風勢增強同埋有驟雨。下周中至後期氣溫逐漸下降，下個星期嘅氣溫由元宵節之後開始降溫，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天氣轉涼，低見17度。天文台尋日發布天氣隨筆，指出如果大氣低層有風切變同埋大氣不穩定度高等中赤道氣象條件配合，香港就有機會出現石湖風啦。乜嘢叫做石湖風呢？一般就係指從北面突然吹襲嘅狂風暴雨。從氣象角度嚟睇，石湖風可以話係由刨線引致陣風嘅一種俗稱。刨線係由多個雷暴區或者雷暴單體組成嘅強烈雷雨帶，除咗大雨同埋猛烈雷暴之外，刨線移動快速而且破壞力強，所經之處仲會出現風向突變同埋風速急增嘅現象。相關聯嘅狂風可以達到每小時百幾公里，部分刨線亦都會夾雜住冰雹同埋龍捲風。天文台提到，過去部分經過香港嘅刨線都為本地帶來傷亡同埋經濟損失。例如2005年5月9日，葵涌嘅石湖風就錄得高達每小時135公里嘅陣風，部分喺該區貨櫃碼頭嘅貨櫃被風吹倒，導致1人死亡、2人受傷。而根據天文台嘅9天天氣預報，一道冷鋒就會喺下星期二橫過廣東沿岸，該區風勢增強同埋有驟雨。下星期二即係3月3號，氣溫介乎19至到24度，同前一日3月2日最低23度至最高26度相比，最低氣溫下降咗達到4度。之後氣溫仲會進一步下降，去到下個星期5、6最低氣溫得17度嘅咋。以下內容來自2月27日Yahoo新聞。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嘅邊境衝突持續數月之後，喺今日急速升級。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同阿富汗嘅塔利班政權進入公開戰爭狀態，軍方凌晨起出動戰機空襲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同埋南部坎大哈以及帕克蒂亞省嘅多處目標。阿富汗就話已經對巴基斯坦邊境軍事據點展開反擊，並且向巴方嘅軍事目標發動報復行動。綜合外媒報道，巴基斯坦軍方指出，空襲鎖定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喺喀布爾、坎大哈同埋帕克蒂亞嘅軍事目標，聲稱擊斃咗超過130名塔利班武裝分子。巴基斯坦國防部長亞西夫喺社交平台發文話，對於阿富汗嘅容忍已經達到極限，而家已經係一場公開戰爭。而巴基斯坦嘅總理謝利夫亦都話，軍隊具備粉碎任何外敵侵略野心嘅全方位能力。巴基斯坦表示，空襲係回應阿富汗喺2月26晚間襲擊巴方嘅邊境駐軍。阿富汗政府發言人穆賈希德話，邊境襲擊擊斃咗40名巴基斯坦士兵，其後又表示希望透過對話解決衝突。而各方公布嘅傷亡數字未有獨立證實，部分報道亦都出現唔同版本，包括阿富汗話擊斃咗更多嘅巴方士兵，而巴基斯坦就公布阿方更高嘅傷亡數字。雙方駁火除咗涉及空襲，邊境亦都傳出地面戰，部分地區喺夜間出現炮火，喀布爾同埋坎大哈亦都傳出爆炸聲以及戰機飛越聲。由於正值齋月期間，喀布爾日出之後，街道逐漸恢復平靜。喺衝突升溫之下，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喺2月27日加強咗保安部署，警方喺民眾祈禱嘅時候增派人員駐守。阿富汗同巴基斯坦之間嘅主要通關口岸托爾哈姆亦都有塔利班人員駐守。就局勢急速升級，多國表示願意協助斡旋。土耳其方面話，外長費丹已經分別同兩國通話，呼籲重回談判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表示願意提供必要嘅援助，促進對話。俄羅斯亦都敦促雙方停止跨境襲擊，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分歧。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喺例行嘅記者會話，中方對於衝突升級深感擔憂，呼籲雙方保持冷靜同埋克制，要透過對話談判妥善處理矛盾同分歧，盡快實現停火。並且表示中方一直透過自身嘅渠道斡旋調解，願意繼續為緩和局勢發揮建設性作用。自從塔利班喺2021年喺喀布爾重新掌權之後，巴基斯坦境內嘅武裝襲擊事件就顯著增加。舊年總共造成接近4000人死亡，係10年內最多嘅數字。
伊斯蘭堡就指責喀布爾包庇起巴基斯坦策劃襲擊嘅武裝分子，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但係喀布爾就否認相關指控。兩國關係近月惡化，舊年10月嘅邊境衝突造成雙方超過70人死亡。之後喺卡塔爾同土耳其斡旋之下，曾經展開多輪談判，但係未能達成持久協議。以下內容來自2月28日按斯斯東網。港府今日喺外遊警示制度網站更新對伊朗以及以色列發出嘅紅色外遊警示，話自從2026年2月下旬，中東地區局勢升溫，呼籲計劃前赴或者已經喺伊朗嘅港人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留意當地就最新情況嘅公佈，以及中國駐伊朗使館發佈嘅領事服務信息。計劃前赴當地嘅香港人應該調整行程，如果唔係必要就唔好前往，例如去當地旅遊。而身在當地嘅香港人就要留意局勢，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並且避開示威或者人群聚集嘅地方。鑑於當地情況，市民唔應該前赴伊斯法罕省、庫姆省、中央省、布什爾省等等地區。而喺當地嘅港人如果需要協助，可以致電入境事務處。以下內容來自2月28日 AM730。港鐵九龍塘站發生扶手梯上跌倒事件。今日上午11點半左右，港鐵九龍塘站1號月台有扶手梯，據悉一男一女長者喺扶手梯上跌倒。事發之後，港鐵職員協助處理，並且幫佢哋包紮，亦都有市民在場協助。警方同埋救援人員接報之後到場，其中一名傷者經過包紮之後送往伊利沙伯醫院作進一步治理。警方正在調查事件，而觀塘綫月台一條上大堂嘅扶手梯暫停服務。以下內容來自2月27日星島頭條。作為香港人，日日都應該收到幾個2字頭或者3字頭嘅電話，而內容就多數係推銷、詐騙或者係一接就即收線嘅測試，真係煩到嘔啊！更加有唔少人因此選擇一律拒接，甚至將號碼加入黑名單。不過近日就有網民喺社交平台發文提醒大家，唔係所有3字頭電話都係推銷或者詐騙㗎，其中有部分可能係來自香港嘅各大醫院，呼籲大家要留意特定號碼字頭，唔好因為拒接而錯過咗一啲重要信息，隨時後悔莫及㗎。近日有網民喺 Threads 發文提醒，3字頭電話號碼唔一定係詐騙或者推銷來電㗎，有可能係香港醫院打嚟㗎。樓主強調，市民習慣見到3字頭就唔聽，建議大家先儲存咗香港公立醫院嘅電話號碼，以防冇聽到呢個電話而後悔啊。並舉例，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嘅電話號碼係35056000。如果屋企有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親人，最好都 save 低呢啲公立醫院嘅號碼啦。貼文引起網民熱議，有網民分享親身經歷，話如果同一個3字頭嘅號碼連續打嚟，就聽一聽好啲啦，因為通常都會係有急事先至會咁樣打俾你，例如有屋企人意外入咗醫院啦，又或者醫院有急事要揾家屬，就會瘋狂咁樣連續打噶啦。佢仲話之前真係試過有一個3字頭嘅電話號碼連續打咗3次，呢位網民終於都聽咗，原來係醫院打嚟，屋企人有事啊。自此之後，任何3字頭、2字頭嘅電話佢都會接聽。亦都有網民建議用來電過濾 app， 佢哋話有裝過呢啲過濾電話 app 嘅話，就唔會 miss 咗醫院嘅電話噶啦。而睇返醫院管理局嘅網站，部分醫院嘅總機或者來電顯示都真係以2字同埋3字頭為主，市民可以參考一下醫院管理局嘅網站，查返最新號碼，最好就先儲存咗，以備不時之需啦。以下內容來自2月8日星島頭條。人類喺老化過程之中，味覺會逐漸退化，對於鹹味同埋甜味嘅敏感度都會降低，所以一啲老人家就中意食啲重口味嘅嘢食。但係咁樣嘅飲食習慣會威脅你嘅肝腎健康㗎。有醫生分享病例，一位80歲嘅伯伯自認數十年都食得好清淡，但其實暗藏危機，因為佢好中意食5種傷肝傷腎嘅食物，所以患上咗腎衰竭同埋大腸癌啊。腎臟專科醫生洪永祥喺佢嘅 Facebook 專頁分享咗一個病例，一位80歲嘅伯伯身體一向都好健康，但係最近就特別容易攰，下肢亦都出現水腫。做咗全身檢查之後，發現佢嘅腎功能得返35分，而正常值係要喺90分以上，已經去到嚴重嘅腎衰竭，而且佢嘅血壓偏高，心臟功能亦都唔好，最後息肉切片報告竟然係大腸癌啊！洪醫生發現
伯伯過去幾十年都好中意食一啲醃咗10年以上嘅菜譜，仲加埋醬菜、腐乳同埋肉鬆嚟到配粥。洪醫生話咁樣嘅飲食習慣真係一啲都唔清淡㗎，而且食嘅都係加工食物、重口味、高油鹽糖嘅醃製類飲食，非常容易造成水腫同埋肝腎衰竭，甚至會致癌。喺醫生嘅建議之下，伯伯戒咗呢幾十年嘅飲食習慣，半年之後佢嘅腎功能、高血壓、疲勞同埋下肢水腫都大幅改善。洪醫生就列出咗5大長輩中意食嘅傷肝實食物排行榜俾大家參考喎。第5名，精緻澱粉，例如白粥同埋麵條之類，澱粉結構會被破壞，令到升糖指數即係 GI 值急速上升。根據發表喺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嘅研究顯示，長期嘅高 GI 飲食會增加全身性慢性發炎嘅風險。咁樣唔只會導致脂肪肝，更加會因為高血糖引發糖尿病腎病變。過多嘅糖分喺肝臟之內會轉化為三酸甘油脂，造成非酒精性嘅脂肪肝。而高血糖就會令到腎臟嘅過濾網，即係腎絲球，長期處於高壓狀態，最後就會導致腎衰竭㗎。第4名就係湯，即係我哋好常飲嗰啲大骨湯、肉湯啦。骨頭裏邊嘅鈣質好難喺水裏邊溶解，所以湯裏邊最多嘅其實係脂肪、嘌呤，即係 purine， 同埋重金屬，例如鉛咁樣。而根據營養期刊嘅研究指出，動物骨骼之中嘅鉛喺熬煮嘅過程之中會釋放去到湯水裏面。對於代謝機能下降嘅老人嚟講，呢個就係腎臟嘅慢性殺手啦。高嘌呤亦都會導致尿酸飆升，形成腎結石或者痛風性腎病變。肝臟就需要處理嗰啲跟埋湯一齊飲落去嘅重金屬同埋高飽和脂肪。第3名，肉鬆同肉乾。原來肉鬆嘅製作過程之中會加入大量油脂、砂糖同埋磷酸鹽。一項發表在臨床腎臟病期刊嘅研究指出，食品添加物之中嘅無機磷吸收率高達90%至100%，對腎臟傷害極大。過多嘅磷會導致鈣質流失，引發血管硬化。而肉鬆裏面常見嘅亞硝酸鹽同埋高鹽分，令到肝臟要不斷解毒，而高磷就係直接加速腎絲球硬化，令到長輩提早面臨洗腎危機㗎。第2名，各類嘅醬料腐乳。原來一件細細嘅腐乳，鈉含量就可能超過1日建議攝取量嘅1/3。呢啲醬料除咗鈉之外，仲有防腐劑同埋人工色素。根據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嘅一項大型研究證實，高鈉攝取同高血壓、中風以及腎衰竭有住強烈嘅正相關。長期高血壓會令到腎臟微血管受損，導致腎功能嘅不可逆退化。同時，肝臟需要過濾呢一啲人工色素同埋添加物，亦都係相當沉重嘅負擔。第1名，葉質蔬菜，包括菜脯、醬瓜、酸菜等等。葉質蔬菜為咗防腐，含有大量嘅鹽分，亦都有發霉嘅風險，例如黃曲毒素。喺醃製過程之中，亦都會產生亞硝胺。根據癌症研究嘅一項長期追蹤，頻繁攝取醃製食品會顯著提升食道癌同埋肝癌嘅發病率。而對於腎臟病患者，呢一類食物係更加要嚴格禁止㗎。鹽分可以令到血壓失控、水分滯留，造成腎臟水腫。如果唔好彩食埋啲發毛嘅，更加係直接導致肝細胞壞死嘅元兇。要俾長輩食得健康，唔可以靠禁止嘅。洪醫生就教咗以下4招，針對長輩嘅生理特性嘅正確飲食策略。第1，要食唔傷腎嘅原型蛋白質。第2，要食彩虹5色蔬菜。第3，可以喺白米之中加入穀類。第4，建議使用天然新香料，唔好用太多化學嘅調味品啦。以下內容來自2月28日韓視視動網。英國唱作天王 Ed Sheeran 日前向澳洲大隻佬男星雷神 Chris Hemsworth 跳機咬手瓜，事後佢就喺社交網公開咗比賽片段。片中初段 Chris 伸出招牌嘅麒麟臂，同 Ed Sheeran 用右手比拼。正當 Ed Sheeran 處於下風嘅之際，突然出口術令到 Chris 分咗心，結果逆轉勝 Ed Sheeran 咬贏咗 Chris Hemsworth。之後兩個人就轉左手咯，最終 Chris 贏咗。而 Ed Sheeran 就喺社交網留言話佢哋咬手瓜其實係重塑漫畫書嘅封面。以下內容來自2月28日星島頭條。
深水埗發生離奇猝死案，今日凌晨4點11分，警方接獲一名姓温56歲女子報案，話有一名姓李嘅39歲男子暈倒。警員接報到場，發現李姓男子倒卧喺單位嘅床上，現場被證實死亡，而死因就有待驗屍報告。據了解，男死者係石硤尾嘅街坊，而温姓婦人就持雙程證來港，喺深水埗汝州街接客。死者係佢相熟嘅嫖客。事發喺琴日下晝2點半，李姓男子去到鳳樓揾温姓女子，直到晚上9點幾，兩個人進行性行為。完事之後，李姓男子就話唔舒服，出現嘔吐等等症狀，之後就瞓着咗。而温姓婦人就不以為意，去到凌晨0時，佢查看李姓男子嘅時候，發現對方都仲有呼吸同埋脈搏，於是就返去自己房休息。去到今日凌晨4點，佢再檢查死者嘅時候，就發現佢已經不省人事，大驚之下報警。警方同埋救護員接報到場，發現死者身體已經出現明顯屍斑，救護員即場確認死亡。警方喺現場檢獲一個冰壺，報案人聲稱係自己服用，但表示唔知道死者有冇用到。警方隨即以藏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罪，將該名報案人拘捕。案件經初步調查之後，暫時列作屍體發現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案件並無可疑，屍體已經送往殮房待驗屍確定死因。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內容，請訂閱、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片，俾啲鼓勵，等我哋更有動力做好呢一個頻道。